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平安。真欢喜，咱又到咱做伙敬拜上帝的时刻。无论是伫现场，以及伫线顶，所有兄弟，咱都要同心敬拜上帝。咱先备办心，咱随时就要来开始，咱默祷来准备。诗篇113篇第1节到第3节，安尼讲：恁着学乐耶和华，耶和华的奴仆啊，恁着学乐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学乐，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乐的。咱要学乐上帝，是因为伊是至悬至大，伊是创造万物、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咱要请敬拜团带咱做吟诗、敬拜、祈祷，愿主的圣神甲咱同在。咱请敬拜团。这是值得学乐值得咱尊重的日子，特别伫礼拜日的早起，互咱会当伫圣殿内底来敬拜主。我相信，无论伫线顶，还是伫现场的聚会，拢有上帝的同在。总是我实在是感觉非常的感动，就是讲，咱会当入来到圣殿来敬拜，是非常欢喜的代志。这节圣经就是讲，咱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虽然咱目前教会可能99个人以下来聚会，总是我看在座还未超过99个人所以咱伫线顶的朋友总讲。你要我来感受上帝同在迄款的感动，兄弟姊妹做伙敬拜的感动，邀请咱会当来登记来参加聚会。那第一场登记满，咱参加第二场。咱拢总一个礼拜咱200个兄弟姊妹来参加。当然，咱伫线顶又愿买咱敬拜咱的上帝。咱用这首诗歌，咱来较无亲近咱的主。因为耶稣是值得咱来敬拜，值得咱来学乐的主。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跪落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敬拜，我信你是主，耶稣因你的性命，我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跪落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我信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我叫信心加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因你的性命。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跪落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要信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我叫信心加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我叫信心加希望。
是我，耶稣基督是主。啊，看这圣经节，所以我所看见的第一就是替众人来恳求、来祈祷、来求恩、来祝谢，替这个王甲隆重的官府求，互咱凡事健全、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这是记载在马太、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咱会当直接所来敬拜咱的主，会当安然恬静伫圣殿内底，咱是爱感谢上帝。总是咱知影有一个所在、一个国家，伊无法度像咱安尼会当安然恬静伫圣殿内底来亲近主，伊无法度呼求讲耶稣诚做因的主。所以咱这时阵，咱特别为着以下这个代志来祈祷。咱知影世界各国伫疫情的迫害、疫情的扩大中间，一个国家是非常的惊吓。特别咱知影最近阿富汗地区的战争，造成迄个所在的百姓性命，也是讲因的人权、公义受到一的迫害。咱也知影，最近有一个天灾，世界各国拢有地震、有水灾，甚至有火灾。咱才有这个所在，实在是无法度像咱台湾安尼遐尼幸福，会当这所在安然徛起。所以咱这时阵来为着世界各国来祈祷，咱为着咱的政府，为着咱在位的这个首长，咱的为总统开始，行政院开始，一直到各县市的咱的首长，咱为着来祈祷，凡有智慧、有公义、有好人民的心。咱拄仔看圣经讲，咱为着这来抬求的时阵，会当互咱得到健全、端庄、通安然恬静。虽然这个政府官员可能毋捌这个全能的主，总是咱为着因来祈祷，为着来祝福的时阵，上帝要保守，因为咱的关系，上帝要保守因，互咱会当安然徛去这个所在。所以咱开声，为着世界各国所面对的一寡灾难，恳求上帝怜悯，为着咱国家的政府官员有智慧、有公义、好人民，咱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只是为着一个阮所面对的这款的挑战来祈祷，特别世界各国所面对的这个挑战，面对这个灾难，恳求上帝你怜悯，恳求上帝你医治，互阮会当知影要安怎来，到上帝你面前来恳求赦免，也互阮知影要安怎来为着这来祈祷。上帝你是怜悯阮的主，恳求上帝你赐到你的怜悯伫阮中间，还有也是主，阮实在是袂堪做啥物，总是阮用祈祷。我相信上帝你要掌管，我相信上帝你要掌做阮世界的光，掌做阮台湾的光，引带阮头前的路。哈利路亚，是啊，主，阮为着这来祈祷。哈利路亚，是啊，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啊，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要开声来阿罗你，来敬拜你。所以我相信上帝你要掌管伫这个所在，我相信上帝你要互阮人类得到安然徛起。主啊，这个时阵，阮为着世界各国的人类所面对的这个挑战、艰难来祈祷。各位上帝，你原谅阮人类的贪心自大，怜悯阮这受苦的百姓，帮助阮无论伫啥物款的患难中间，拢会当经历到上帝你带来迄款的安慰甲鼓励。主啊，阮的这时阵也要为着阮台湾来献上祈祷，我要奉你的名来祝福台湾的政府、甲国在该站的官员、甲领袖，凡有智慧、有怜悯的心，来帮助阮台湾行出疫情所带来的一寡困境。求主束缚中央甲地方之间的团队，稳固因所规划甲执行的一个政策，会当互阮的国家甲阮的百姓得到祝福。主啊，阮将这摆在主你的面前，我相信上帝你要成做阮世界的主，成做阮台湾的主，引带阮头前的路站。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第一段，咱为着咱疫情中间一个咱受苦的百姓、受困境的百姓来祈祷。特别这个月是平安月，今仔日拄好是7月半，咱特别为着这款的受惊吓、受邪恶的势力捆绑的这个心灵的这个百姓，咱为着来祈祷。为着台湾的百姓来祈祷，
第四，咱为着台湾的建教会，甲上帝百姓来祈祷，互台湾的建教会伫即个所在、即个时阵，会当举起上帝主的光，照亮一个黑暗的世代，互所有咱基督徒、咱的建百姓，伫即个时阵会当来祈祷，会当来活出好的见证，互台湾诚侪上帝所祝福的所在。所以咱即个时阵为着咱所面对的疫情所带来的困扰，为着平安月带来的惊吓捆绑来祈祷，为着台湾的建教会、建百姓会当来为主做光，为主做见证，带来祝福来祈祷，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主，阮为着台湾来献上祈祷，恳上帝你阮台湾，特别伫这疫情中间，阮看这一的百姓，台湾的百姓受到一困境，受到一艰难，无论伫经济顶面，无论伫生活健康顶面，主恳求上帝你怜悯，恳互阮会当伫这个时阵，会当来知影要安怎来找求主，特别伫7月时阵，旧历7月时阵，台湾的百姓受到邪灵的捆绑，惊吓的心伫心内，主恳求上帝你讨帮，恳求上帝你破除。所有台湾百姓心中款的惊吓，主互阮台湾的建基督徒、建教会，会当伫这个时阵，诚侪光的灯塔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互侪人因为教会伫这个地方的徛起，带来祝福，带来平安。阮将台湾岛屿所有的百姓仰望主的成就，恳求上帝你临在伫阮中间，恳求上帝你怜悯伫阮中间，讨办所有兄弟姊妹的心灵，互阮会当来追求你，互阮会当操做迄个真理。阮将这摆伫主你的圣手，恳求上帝你引带带领，你祈祷，好最后做个性命来求，阿免。耶稣因你的性命，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主。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耶圣之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诚实甲生活。耶稣基督是大声呼求讲，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诚实甲生活，耶稣基督是主。搁一遍呼求，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诚实甲生活。耶稣基督是主，恳求圣神，恳求诚实甲生活。耶稣基督是主。这是咱为着两段代志来祈祷，头一段为着咱富阳教会所有的集体来代求，咱为着教会中级同工。为着牧区小组的同工，为着各团队、各团结的同工来祈祷。特别这时阵，咱阁无法度完全恢复咱所有的聚会，恳求上帝会当互遮的同工有智慧，知影要安怎来关心，怎样来引带大家人继续伫咱的信仰顶面、信仰道路顶面继续向前迈进。所以咱为着遮同工献上祈祷，特别咱为着咱年长的兄弟来祈祷。特别伫个疫情中间，咱无法度完全来关怀遮兄弟。互因伫年老时阵，犹原有上帝的怜悯，有上帝的带来听甲信心，伫因的心中。所以咱为着遮年长的兄弟来祈祷，咱特别为着咱知影的心内忧伤、身体软弱的病痛，或者兄弟咱祈祷，恳上帝医治临在伫因中间。咱开声为着咱遮所知影遮集体，为着咱教会同工，咱献上祈祷。
哦，还有咱为着阮教会遮济同工献上阮的祈祷来献上祈祷。主啊，你完全了解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内所需要的。主啊，恳求上帝，你用你的话来帮助阮，用你的手来医治阮，用你的手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特别伫阮教会所有的这个运作顶面，阮知影要安怎来固守这间教会，知影要来固守阮所主交代阮遮的羊群，互因伫信仰顶面无退步，互因伫信仰顶面犹原会当我主你去掉我好。主啊，恳求上帝，你示落你的怜悯，示落你的医治伫阮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示落主。第二个，咱为着咱今仔早起的主日礼拜敬拜来祈祷，为着咱实体也是线顶的敬拜兄弟，拢有较无的灵来祈祷，互咱无论伫啥物所在，上帝拢同在伫咱中间。第二，咱为着今仔礼拜中间的一服侍甲天使来顺利来祈祷。咱知影目前咱是以线顶敬拜的天使来进行，也互咱伫即个敬拜中间，犹原有上帝同在，互咱的一切顺遂，会当互咱敬拜诚做荣耀的敬拜。特别咱为着今仔日要讲到夏牧师来祈祷，透过夏牧师喙所传讲的信息，帮助咱所有兄弟姊妹，无论伫线顶还是现场，拢得到激励，重新立志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咱即时为着咱早起的敬拜，咱献上祈祷。还着咱为着早起的敬拜献上祈祷，恳求上帝你临在伫阮中间。哦，主啊，你派你的天军天使为你伫阮四周围，无论我伫线顶，还是伫敬拜中间，主你的灵都临在伫阮中间。我较无来敬拜你，我看见上帝你荣耀临在伫阮中间。我伫早起敬拜中间，咱各一面领受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还着阮将早起所有敬拜流程，拢无注意成就，恳求你掌管，恳求上帝你做王。还着谢了主。亲爱的主，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献上懊恼，得为了早起的敬拜献上恳求。恳求上帝，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无论阮伫线顶，还是阮实体敬拜，主你的灵就掌管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阮用较无的灵来就近你，阮伫早起的敬拜中间看见上帝的荣耀的同在，透过牧师的传讲，透过阮的敬拜的过程中间，搁一遍领受上帝你极大的恩典甲祝福。我要将早起的敬拜恭恭敬敬拜伫主你的圣手，恳求上帝你掌管，恳求上帝你做王。安尼祈祷，拢靠主要做个圣名来求，阿免。咱做来讹咱上帝，请咱起立，因为是咱逐日咱讹恼的上帝，逐日咱敬拜的上帝，咱来讹恼伊。我伫你房中要讹恼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诸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过诸天。我伫你房中要讹恼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诸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诸天。还大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过诸天。我伫你房中。我伫你房中要讹恼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诸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
亚，你的主爱满归主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高万世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归主，你的主爱满归主的。你的主爱挂归主题，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咱的上帝，哈利路亚！伊的主爱挂归主天，哈利路亚！是啦，感谢主。咱也是圣歌、羊歌啉在咱中间，也是主耶稣啉在咱的中间。咱也是坐伫宝座顶的圣羊歌，咱来敬拜伊，对这时到永远。坐伫宝座顶圣的羊歌，我能你敬拜哈喽，古早现在的高永远，只有你是全的上帝。坐伫宝座顶。坐伫宝座顶圣的羊羔，我能你敬拜哈喽，哦罗尊贵荣耀万世，龙归你你的高永远，望望的。尊重，望望的哦，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坐伫宝座顶，坐伫宝座顶，圣的阳光，我你敬拜阿罗。只有你是全的上帝，坐伫宝座顶圣的羊羔，我能你敬拜哈喽，哦罗尊贵也要关世，龙归你的高永远。望望的哦，万主的主，只有你的确定敬拜甲尊重。望望的哦，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望望的哦，万主的主。只有你确定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我要高举你的生命，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一切荣耀归咱上帝，哈利路亚！咱吟圣诗，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现在，现在，现在，团结大主宰，那就将那天下罗小主尊亮。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高。
的大恩。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大声应是我的上帝主名。现在，从高把世代，阿罗上威信，道义大主宰。阿门。现在，听阮的上帝，今仔日是圣的主日，愿感谢你，互阮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学乐伊、敬拜伊，也为阮一世的受苦、顺心灵、病痛来祈祷，做伙来领受神的医治，求主赐下祈祷、敬拜、学乐的灵，运行伫阮的中间。互今仔日的聚会充满神荣耀的同在，由圣灵管束阮的心思意念，坚固阮对你的信心，阮听神听人的心不断来成长，互阮阁会当活出水的见证。神爱的主，当阮面对到疫情，神有了阮的性命、阮生活的时阵，恳求主帮助阮、激励阮。互阮伫困苦中会当肯定、稳定来伫阮的内心，当阮亏欠疫苗，无法度得到免疫保护的时阵，求你继续用你的恩典加怜悯来守护阮，互阮无埋怨、无愤怒、无惊吓。求主听阮的恳求，保守阮的平安。主啊，求你将你的灵大大高我伫教会，阮牧者甲同工的身上，无论伫线上、实体主日的敬拜，伫祈祷服侍中间，拢会当带出溢水的果效，无受疫情的影响，互阮伫逐款的聚会中间拢平平安安。愿你的名为圣，神爱的主，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政府伫即届的振兴的方案。求你来帮助政府团队，对过去旧的经验来提升，互执行的细节会当有更较水的协调，更加周全的评估甲考量。求主祝福中央甲地方的执政团队，互这边的振兴方案成做国家甲百姓的祝福。父上帝，阮知影，阮的祈祷还阁不足，我们做伙用主祷文来祈祷。我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人亲像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谢谢。享受上帝的话，咱今仔要看的经节是伫马太福音13章第1节到第9节。马太福音13章第1节到第9节。上迄日，耶稣对士利出去，伫湖边坐，有一大群人聚集，活来伊遐，伊煞着去坐伫船顶，
规大阵人拢徛伫岸顶，伊就用比喻对因讲侪的事。伊讲有一个夜种子的人出去夜种子，伊夜时画种子落伫路边，鸟仔飞来就甲因食了了。画落伫石头地土少的所在，因为土无深，真紧就腐芽。毋过日头一个爍，甲因拍着，因为无紧就焦去。有诶落伫四片内，死大丛起来就甲因吸死。毋过有诶落伫好诶土地就结实，有诶有100倍，有诶有60倍，有诶有30倍。有耳孔诶就听。现时咱声圣歌队诶用音练习。
讲到咱今仔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好土地甲天国的福音。欢迎你这位大家早平安，真感谢主。伫拄则咱开始敬拜赞美的时阵，看到一个兄弟做伙开声，做伙吟诗敬拜吼，心内实在是真大的一个感触吼。会记咧5月15开始，咱教会面对着即个疫情第3级的管制，咱敢若5个人伫内底啦，定。牧师讲到，咱的团队来带敬拜，谢牧师赐会，剩的才会干事来负责转播。所以对于限制甲剩5个人到现在，咱陆续会当入来到伫圣殿敬拜上帝。迄个心境，互咱发觉到讲，人对经过艰难了所得到的，实在是真甘甜。虽然现在咱也袂当全然开放，总是我也期待咱伫会场中的兄弟，咱同心组织，靠唱心和，咱大家伫现场迄个感受是上直接的。也毋过咱伫线顶的兄弟，咱犹原知影，咱是咧敬拜上帝。圣经讲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伊，所以表示场地无管你伫什么所在，重要的是因为你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主。感谢主，咱慢慢虽然无介紧啦吼，但是希望会当慢慢增加聚会人数。昨昏呢，咱中央疾管局有宣布讲，实体会当80个啦吼。咱已经申请99个，所以嘛无比咱较济啊。咱期待讲慢慢会当增加起来安尼。我想要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咱在场的兄弟还袂住预防针的，卫苗举手者好无？还袂住的，第一季还袂住的，一个、2个，楼顶3、4个吼。安尼已经第一季拢住了吼，所以大家较安心来就对啦吼。这实在是互咱感觉心内真大的一个集体爱同心才有法度。较早有可能我个人拄着艰难，我家己爱拍拼，我家己爱去突破。但是即嘛是所有的人拢爱。我望讲咱伫咧生活上，咱的健康、咱的出入、咱的家庭、咱的兄弟，逐个人拢平平得到保守。那么分享这个话之前，咱大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互阮相对伫全世界也有真多的所在感染的人数遐尼济，死失的人数也遐尼济。阮实在感恩，虽然为阮有感染的病例，总是伫台湾，阮有平安，阮会当照着这个防疫的手续，阮会当好好来生活。愿你互阮也伫主的圣殿，用着感恩的心做伙聚会，做伙敬拜。伫你面前，通过你的话，愿你互阮讲甲听的拢得到造就。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今日分享的主题，经节咱拢真熟。咱要分享一个题目是叫做“好的土地甲天国的福音”。这个经节咱拄则已经读过，咱小等有机会会当做一个过来复习吼。但是咱要讲的是讲，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喻，就是夜景子的譬喻，咱非常的熟。但是耶稣讲的这个简单的譬喻，却是真深人生、信仰、灵性，拢有包括着的道理。简浅的道理带来真深刻生命的影响。但是咱要了解的是讲，这个譬喻是耶稣对平民百姓，意思是讲对普通人所讲的一段譬喻啦。耶稣伫逐个所在，伫遐医病赶鬼、行神迹，
所以会当讲是当时伫迄种2000年前非常安尼一个真闭塞的社会、安静的社会，咱能想象2000年的迄个时刻，但是竟然是诚做众人所咧追找的对象，因为伊讲真理、行神迹，所以每到一个所在，拢人山人海，大家拢真望要互耶稣来治病，也是听伊所讲的福音。因今日来讲，就是讲网红就对啦吼。今日来讲，就是侪人拢咧甲追，咧甲追踪安尼。因为啥呐？伊去到大卫人的地，即个有一个故事的铺排。因为咱对耶稣细汉12岁入圣殿对无？伊伫圣殿是咧甲遮个文士吼，遮个经学士伫遐讲论呢。耶稣本来是去到会堂咧甲人讲道理的哦。啥呐？今仔日伊会伫即款所在，这拢有伊的原因伫咧。因为呢，伊开始对当时应该是属伫一个优势的掌管者，就是法利赛人甲文士来批评，感觉讲吼，因拢用古早道理来合制人的心，无有迄个活命，无有迄个讨棒，所以莫怪遮个法利赛人甲文士对伊开始很反感啊。圣经记载讲，因咧上讨论要安怎来甲耶稣除掉？哇，一个对伫因的地位、甲因的身份、甲因的教导公开批评的，迄实在是挡袂牢。今仔日是一个民主社会，咱人若听到讲反对的话，人就感觉心情足歹啊。何况伫早前迄款封闭的社会，所以也因安尼，耶稣就袂当搁再自由伫会堂来讲论，因为迄是因犹太人公众聚集的所在啦，咱想就知，你敢会讲一个人普通人讲来请你起来讲，咱嘛都爱张罗讲你到底你是要讲啥牧师叫上台拢都爱先准备心嘛，毋是毋知影即个人的底细就要讲，所以耶稣受到遮个当事者法利赛人甲文士的反对，所以伊不得已就爱离开啦，袂当伫迄种真舒适的场所来讲道。原来耶稣伫会堂是咧讲道，拢是对法利赛人甲文士，所以因拢是知识分子，拢是咧讲论圣经的，所以常常耶稣当时就用讲经来甲因讲，意思是因遮个人知识分子，我就要用知识的方法来甲因来谈论啦。当时的犹太人，伊的母语就是阿兰文，像咱现在，咱即阵咧讲的是台湾话，咱的母话，咱河洛人，咱台湾人讲台湾话。但是当时统治的是罗马帝国，国家的话就是希腊文，所以这是无共款的。伊是讲庄脚讲庄脚的话，那到迄个会堂，到伫迄个正当的场所，拢都爱讲着国家的话语，像国语安尼。所以当耶稣被逼都爱离开会堂，伊要对群众讲话，毋是搁在遮读册人啊。毋是搁遐个对圣经真捌的人，所以即种讲道方式对一般的群众有芥末啊，所以伊就开始用故事、用譬喻来对群众来讲道。耶稣用真亲切的母语阿兰文，用当地实际的食材就对啦，亲像丁啦、盐啦、皮啊啦、无花果啦、挂菜籽啦、野种的，这个物件拢是。巴勒斯坦这个所在，到处拢有诶，就对啦。迄就像咱台湾，咱四周围诶风景，树木、花草、汤炭、鱼类、种子，遮个五穀、果子，遮拢是咱逐日拢咧接触诶。耶稣就是用上简洁诶话来对犹太人遮个大众来讲出天国的道理。耶稣嘛开始用露天来做会堂啊，无过迄个起好的会堂，伊旷野做工台，伊就改去到路边
海边甚至无人的所在旷野去传福音。咱会记得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嘛？吼，耶稣伫旷野，大家走去要听伊讲道，讲到最后无通食，而且有迄个五块饼两尾鱼的新食。所以这拢是耶稣伫咧讲论中间的一个背景。因为群众源源不绝，四过地，这个群众拢是毋捌字的农夫、农民啊、掠鱼人，也是雇羊啊、妇女等等。这就是亚经记的譬喻，讲互所有人拢听有的天国的道理。这个背景，咱兄弟姊妹对亚经记的譬喻来讲起，看起来是一个真简单的故事，总是对咱若是咧追求信仰的人，会当用各种无共款的层面、无共款的角度，也无共款的假释来对咱提醒。譬如是对真实的生活甲环境来起故事，但是内面有含着道德、属灵的意思。圣经学者统计讲，大概伫新约圣经大部分是耶稣所讲的，这譬如拢27个啦。吼啊，伫咱今仔日的经节是伫马太福音的第13章。马太福音呢，就是将耶稣所讲的譬如吼，甲集中伫这个13章的所在。可能毋是讲这个讲了，佫换迄个，佫换迄个，是耶稣捌讲过迄个譬如的故事，伊甲集合伫这个马太福音13章内面呢，有7个譬如啦，亲像野种的啊，佫有迄个对折野皮啊，佫有挂菜籽，佫有面羹的故事，佫有宝贝藏伫土里，好的珍珠、野梦啊、拍梦即款的故事，拢藏伫即个马太福音13章。啊，他伫即款的故事的内面，有咱看见着下面即款的学习啦，就是讲耶稣哪会突然间讲这，照学者咧研究吼，因为耶稣伫即边的讲道，因为众人伫旷野咧找伊，啊，伊行到伫即个路边嘛，啊，嘛到迄个湖边嘛，啊，即个湖边嘿所看到的是一片的迄个山坡地，啊，所以圣经记载讲，上迄日耶稣对厝里出来，伫湖边坐啦，啊，这第一节所写的。上迄日，安尼上迄日应该还佫有咧讲别项代志嘛吼？上迄日咧，啊上迄日是咧讲着甚物呢？原来上迄日就是12章有记载着讲，法利赛人伫遐甲诬告，讲耶稣是靠鬼王咧赶鬼的。耶稣咧赶鬼惊神热，但是吼，遐法利赛人看了啊，足插目的，讲啊，你这是吼靠鬼王咧赶鬼啊，所以对耶稣咧责备啊，莫怪耶稣讲上迄日，伊就无去会堂啊，无去到遐个经学师做伙啊，伊就走去湖边啦，啊，一群人拢咧对，迄个故事用安尼做开始，讲有一大群人组织。我来伊遐，伊煞坐落去船顶，规大群人拢徛伫岸顶。耶稣是用船做伊的讲台，啊，所以耶稣是鸡，啊，遮个人坐伫岸顶，啊，佫有点啊，咱知迄个湖边拢也是一个关机嘛吼，啊，人拢徛伫遐，所以伊拢看会着众人，像一个罗马剧场安尼吼，啊，伊看着远远，遐个远啊，有人咧夜经济。有人伫遐咧静坐，所以耶稣就直接用夜经济的故事。这是大概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有做事人咧夜经济，主耶稣就用夜静的人做譬如来做教材。犹太人因咧夜经济有2种模式啦吼，较细区的田吼，夜经济就是攀着一个地啊，啊手尾咧夜吼，咧夜安尼。一般是较属于人工的方式啦。另外一种呢，就是用炉啊，啊伊会加只片吼，后壁面安尼配2个茶啊，甲泼落去，泼伫顶悬。
啊，然后这边甲这边甲挖一空，吼，啊，如啊咧行路会摇来摇去嘛，啊，佮路无迄个园啊无平嘛，行啊深的，啊，迄地啊，迄个种子就落落来，啊，就落几抓安尼。萨摩斯诶，迄个耶稣咧讲吼，有4种土地，迄是伫当时大家拢知影诶啦。种子啊，落伫石碣地，啊，落伫迄个路边，啊，落伫刺皮，啊，落伫好土地，迄拢是当时大家人拢知影。所以伊咧讲，遮个群众就听有啦，这是当时诶情景。但遐尼姊妹，耶稣讲种子落伫4种诶土地，对咱来讲有真深诶学习啦。那照圣经，耶稣有特别通过亚种子诶故事，佮解释哦。拢真清楚，因为后壁经节拢有解释啊。种子落伫土地4种结果，有标接受福音的程度。头一种是讲第4节落伫路边啦，迄伫路边讲鸟啊，就甲食了啊，因为拢无放伫土里嘛，讲表示心公硬啦。耶稣伫19节解释讲，听道无明白，迄个恶者，迄个歹的邪灵、魔鬼、撒旦，就甲压伫心内的种子夺走去。这是第1种。第2种讲也伫石碣地5节到6节，伊讲日头一个拍就高大，代表什么？压落去改成要补影，啊，毋过定无土，所以日头拍高大，代表你足浅的心呐。20到21节解释讲，听道的当下欢喜领受。毋过心内无根，袂当接受即个道，互伊继续定根大长，是暂时的若定，吼，啊到为着道来遭受患难就跋倒啊。兄弟姊妹，当你想到路边，想到石头地，你会想到什么呢？这就是耶稣要互咱想的，因为耶稣无讲啊，逐项拢讲啊到，但是互咱有真深的体会。第3项讲伫刺皮内底。刺皮甲种子克掉的，讲亲像咱的心足插杂受克掉的。耶稣22节解释讲，听道理了后，有世上的事考虑啦、烦恼、钱财未晓，甲迄个道理克掉的，袂当结实。然后最后才讲，也着好土地，佮结实100倍、30、60倍、30倍，因为你心拍开，种子就也落。会种落，会生收成。23节解说讲，听道理明白了后来结实真多安尼。兄弟姊妹，事实即个4种土地，你会使解释咱人的心境，传道理的对象。咱嘛当想到讲，伫咱即个社会的处境，即历史的背景。咱台湾对2000年来，2000年以后21世纪，台湾开始有一种复兴的趋势。真侪教会四界传福音，侪人欢喜来教会信主。啊，迄个教会大间的教会一间一间伫市内开始咧起。较早咱要传福音，改成有真侪的迄个热杂啊，甲安尼下客。毋过慢慢，咱家己教会嘛经验着，即10几冬来，有真侪兄弟姊妹，因为你欢喜家己传福音，因为你欢喜招伊，伊的心开，土准备好，啊就栽种，就收成。兄弟姊妹，毋知即2礼拜你有趣味看到一出历史剧无？公司的迄个大合剧《斯卡罗》。我牧师讲，咱安那伫咧讲道讲到即个现在咧流行的即个斯卡罗即个剧呢？我想要讲即个剧，互咱有真深的体会哦。即斯卡罗伫顶礼拜开始演出，伊是就是咧描述1867年1867年，伫屏东伫垦丁迄个苦路啊吼，逐种族群相拄，啊而且碰撞冲突的历史故事。伊是咧讲一只美国的船啊，伫迄垦丁的外海靠岸，啊煞
遐个人坐船啊，坐小只船啊入来岸边去互遐个原住民拍死，啊引起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影响台湾的历史哦，百外年来的历史。毋过我有注意到一项，伊咧剧情甲画面，因为迄是政府开钱哦，几若亿落去投资的，啊，所以拍了哦，足像电影共款，真好看。兄弟姊妹，你若无看，会当有机会吼，迄网络拢足侪人搁订做就对啦。即个戏剧的画面，就是互咱转去到当时嘛，共款是马国医师来台湾传福音的时刻。意思讲，你想讲马国医师150几年前到底是甚物情景？伊即个电影甲你拍甲足水足清楚。啊，伫咱伫即个咸水遐吼，有一个案内的汤厂吼，啊，伊甲伊佮重新甲伊恢复一个古早咱府城的景就对啦。听讲过来可能会足侪人吼，游览车拢会走去遐佚佗，因为要看讲150年前的府城是生做甚物，啊，伊就是去考察，啊，去考证，啊，甲起当时的厝安尼。啊，伫迄个所在来拍片。马国医师伫当时甲即个戏剧共款类似，就是伊拄着死的族群啦。马国医师伫即个时阵来到台南高雄传福音，伊所传的对象就是福佬人，咱台湾人。第二是客家，第三是平埔族，第四是原住民。咱感觉讲一种譬如，当时吼，遮个无共款的族群信耶稣即道理的无共款的，真正有的是落伫迄个石架地，有的落伫路边，有的吼落伫迄个漆皮内底，啊有的得到福音。你敢知影？即4种族群，倒一个族群接受福音上紧呢？就是平埔族，像西拉雅族啦、马卡道族啦，啊伫屏东啦，遐个侪个族群哦，信主足紧的，而且规庄来信主，因为因伫400年前，因的祖先就是接受到荷兰人的牧师、宣教师来传道理，对因真好款待。所以因家号做是红门亲情，甲即个斯卡罗即个戏吼，讲伫屏东，因为因看到遮个外国人入来岸顶，就要报冤仇，所以甲杀死即10几个军官嘛。是呢，早前荷兰时代，因对伫即个屏东迄个地界，较属于一种算讲还未开发的所在。荷兰人竟然是派军队去拍因遐个原住民，无怪因伫经过100多年来，了后看到即个罗美号的军员吼，说讲要报冤仇，讲迄青目睭的就对啦。啊，所以无共款的对待会带来后遗症呢。啊，马国医师生伫遮个郊区、遮个山区。即平埔族的兄弟姊妹身上先建立教会，啊，这就是当时历史的一个事实。所以也接受福音的程度吼，亲像4种图啦，接受结识的迄个程度也无共款。啊，当时吼，荷佬人吼足讨厌马国医师，啊，所以毋知对咱府城伫看西街遐甲伊赶走，赶伫高雄去安尼。啊，因为高雄遐有海关，啊，亚国转去遐，马国转去遐，较会当保护。啊，这拢是遐个故事的即个背景。我是讲引用到遮个，咱看去当时即个影片所安尼考证的迄个府城的遐影片。啊，遮拢是150年前马国医生传道理的一个背景。啊，咱现在啊看会到的一个景伫倒啊，咱大概若对遮。开车经过东门城，就是安尼啦，吼。东门城剩迄个城哪定，啊，剩的遐个城墙拢无去啊，迄个城门伫咧尔。啊，当时的府城都应该开发了袂歹啊，吼。啊，遐个街仔路啊、啥货吼，拢是开始有外国人、有荷佬人、
有客家人、有原住民、有平埔族入来伫遮咧出入，啊，这是当时的家的景，啊，现在甲拍做实景就对吼，啊，这是咱所看到的。兄弟姊妹，咱要使个学习这个，譬如互咱什么款的教示呢？好土地甲天的高福音有什么关联？好土是深佮清气，有营养，有肥，啊，经过真细致来甲伊保护，来甲伊耕作爱土地。这我想着讲，我的故乡七米吼，即个都市吼，事实正讲有现代文明入来。我囡仔时代也无完全呢，差不多我国小才开始有水电吼，有遮个交通工具。所以我的阿嬷呢，伫我细汉的时甲我讲，伊过来伫阮下甲即个家庭吼，迄阵做新妇吼，无甚物款享受啦。逐日吼，拢爱去倒位啦？去当时阮即个家族啊所本着的土地，迄土地吼是足结的，啊无甚物款的迄个土啦，所以拢都爱去挖土，甲迄石头甲挖起来，因为迄个是一个火山所形成的小岛，啊，迄个表土真浅，所以到我阿嬷的时代呢，过来做新妇，还佫都爱去园啊，甲遐下骹土地遐石头挖好起来，通好互迄土会松，啊，通好来种植。啊，遐石头要去倒？迄上帝吼创造也真奇妙，皮湖迄种所在风足透的，所以呢，毋是一个园啊，甲铺好白就好。逐人拢伫家己的园啊的迄个你的园啊的园界，拢甲用石头捡起来，石头甲贴起来，贴做墙啊。啊，互迄个风袂甲遐土飞了，土飞了都无土人种啊吼。第二是风透甲，所以遐个种做的物件，互风吹了拢生袂起来。所以嘛会使讲是古早遮先辈性因有一个智慧。对这个社区所得到的智慧，啊，所以就开始来耕作。所以皮湖有一种特殊的田园的风景，叫做菜体啦。讲菜嘛有厝体就对啦，吼，菜体。因为吼，都爱防止风来吹，啊，你种伫内底的物件才会当收成。用石头，我讲甲土地遐石头一大块石头，贴起来，啊，要做围墙安尼。啊，早前的百姓呢，无用迄个红土，因为种石头吼足奇妙，久啊，伊会歪去嘛，会倒落去嘛，啊，拢爱请师傅搁甲贴起来，所以石头是永续利用的就对啦吼。啊，即种围墙吼足侪种的，大概是这玄武岩的石头来起，但是平湖阁有另外一种石头，叫做罗古石。罗古石其实就是珊瑚礁啦。这珊瑚礁吼真趣味。伫迄个水底的珊瑚礁，啊，佫软，迄是活的哦。啊，经过水啊，啊，甲捡起来会变白去。啊，变白了后呢，因为迄种是迄个钙质足侪啦，啊，所以呢，经过曝日，经过风吹吼，讲即个珊瑚礁是愈定哦，愈勇。啊，因为伊是安尼足粗的，啊，所以石头烧贴的是足窄的安尼。啊，迄叫做罗古石吼，啊，这是。另外一种的石头，啊，石头起来，菜栽伫遐，啊，冬天才有菜通好食吼。啊，这就是罗古石，吼，迄拢是珊瑚礁。兄弟姊妹，咱人看起讲先人的智慧，因目的是为着甚物？为着是保护迄个土地，或者土地有够野通种植，虽然袂当种米、种稻啊，但是咱种菜，会当种遮个五谷，啊，通保持基本。会当食会饱，啊，这是先人的智慧就对啦吼。啊，这拢是罗古石较轻啊，较好起就对吼。兄弟姊妹，好的土才会当互经济大涨，啊，所以福音的机会，经济大概吼，照福这个当时的圣经学者研究讲，伫当时的土地啦吼，伫中东迄种所在土地，咱讲。做世人野经济，也是用毒啊来野经济。
这4种机会拢白发生，吼，意思讲，遐政治生成爱损失就损失啦。但是遮个做事人上强调就是爱要，互遐落伫好土的，至少会当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初来教会伊的处境是讲，上帝道理四国传扬的时阵，有真侪人拒绝流失，就像遮个法利赛人、遮经学师，但是上帝的道依然继续有收成，因为去到外邦，去到安提阿，去到菲律比、哥林多、小亚细亚遮个人，因会当接受道理。所以有人拒绝，但是有人接受，所以天国悠然得胜安尼。兄弟姊妹，咱会当看见讲，无共款承受的土地所带来的结果子，事实咱嘛会当对咱家己啊吼，这土地好歹嘛对照着咱逐人的生命、属灵生命有丰盛啊无？也正这个人来对照着。进前牧师捌分享着一粒麦啊，一粒麦啊，若无落伫土里来死，就是干那一粒；啊，若落伫土里，伊能结出侪来。所以种子的品质真重要，也种子的态度嘛真重要。土地好歹嘛足重要。兄弟姊妹，所以这个野种子的譬如，会当各种角度来讲，讲咱一个个人也会使，讲咱一间教会也会使，讲咱这个社会环境。这土环境好也歹，拢会使伫遐来思考。所以，咱的教会亲像野种子的，咱及时把握来传福音，你就有30倍、60倍、100倍收成的大复兴。有时咱来注意讲，迄个袂当结实的原因，毋是政治无好，有时是人的心刚硬、复杂的心态所造成的。兄弟姊妹，讲到这个土地维护。有几若种层面，事实有一个好的土地，会当永续，咱讲永续的吼，迄才是好土地。咱有机会伫咱的社区，伫咱的亲人中间，伫咱的家庭中间，你嘛爱注意去维护迄个好土地，因为毋知什么阵种子压落去，伊会补下咧，伊会收成咧。啊，你若无先甲土地准备好，你无差咧压。所以，足侪人传福音无效果，足侪人讲道理，人无爱听，因为你无甲土地好好来保护嘛。而且要讲一个故事吼，这个故事对咱在座较老辈兄弟可能捌，就是伊原是伫新竹尖石乡的一个牧师，叫做阿董牧师啊。我会记得20几年前吼，咱的教会甲因互动真多啊，因为。这个阿董牧师是我甲赵牧师，阮同学啦。伊转去到伊家己的故乡来牧会。迄间教会叫做镇西堡新西部。迄个镇西堡的教会吼，代表讲是日头出来头一个照到的所在。因迄是上悬山，所以日头对东边出来照到因这个部落，所以叫做新西部安尼。这新竹县的尖石乡的镇西部教会呢，阿董牧师，伊呢。对遐开始牧会，后来有一站吼，咧原住民咧追求迄个保护土地，吼，就是咧保护土地运动就对啦，吼。伊就是带因的即个亲人，搁遮因的部落的人咧保护土地。因为慢来后来吼，哇，山顶的土地种果子啦，种迄个高丽菜啦，起民宿啦，即马搁流行啥物？流行伫遐咧。露营山顶吼，遐原住民的土地，迄是叫做原住民的保留地呢。本地人袂使去买，毋过吼，因足巧的啦，用遐个牵狗仔的啦，遐个用名来代替的啦。就是要甲这原住民的土地用买的、用骗的、用威胁的安尼就对。这个阿董牧师伫因的故乡，甲伊2个小弟做伙来。提出迄个保护土地的运动，所以这个阿董牧师呢，伊讲土地是阮的老母，原住民对土地的认识应该回转应该因的话叫做价格，迄个木规范就对啦。最近有一本杂志吼，有报道因兄弟啊，在保护土地的故事。因感觉讲，若无土地，你就无根啊，所以你较侪钱就无效。所以因
泰雅族3种重要精神，就是共存，就是迄个帕拉的地区，拢共同保护；共赢，就是因种迄个小米的即个土地；共享，就是大家修行，大家做伙分享。即个阿道牧师，伊讲土地就是一个大冰箱啦，你放伫遐，啊要食通去摕，所以土地放着生活的所需要，互住伫遮的人会当随时转大自然来摕食物，毋是抢来，也是过度的开发安尼吼。啊，看到即篇的报道，互我真感动，因为即个阿道牧师呢，5年前啦，5、6年前因为伤过无闲落落，煞中风啊。伊加我差不多2、3岁尔呢，中风所以不得已就爱退休啊。伊就转去山顶，伊等于是一个精神领袖啊。招小弟2个小弟做伙拍拼。即摆换伊的小弟咧做牧师，伫即个镇西堡教会。这镇西堡偌水呢？这是日头起来，去照着伊迄个部落，你看规片拢是山景足水，就伫边仔有一个较平的所在，伫因即个部落。因为最近亲像司马库斯有发现着神木嘛因遐嘛有啊，所以大家相争要去啦。所以财团拢是去要甲因遐的族群的人讲，你地卖我要来起民宿哇！因就招遮个族民甲因抗争，用足侪办法阻挡遮个财团入来安尼。这是对伫因种植的所在看落去遐有厝的所在，就是因的家园就是镇西堡教会这阿东牧师伫教会接受访问，来讲起伊的理念这甲伊的牧师娘做伙伫遐，因起一间因传统原住民也叫做烘火的厝啦，就是内底烘遐的小米寒人的时阵伫遐当烘火伫因遐佫创一间家己的土地所起的一间厝，伫遐叫做镇西堡学，要安怎教因遮下一代来保育土地，会当甲即个社会甲即个环境会当共存这是因的考古房甲伊的小弟用迄款原始的材料来起的。伊为着要互因即个土地会当永续利用，伊甲因的园管出来，拢种因当地的树即款树已经大遐大丛，即阿东牧师感觉足感动，伊家己足欢喜着对。因遐佫栽因原生的迄个树木花草，讲迄个有色鸟就来当遐的地方的人士为着钱啦，有人捐规批箱的钱，讲来，你若块土地卖我，这钱就互你大家相争要卖呢，伊就甲因讲，你卖去，你后摆你就无所在人住伊看到有人因为甲土地卖去，伊煞就爱住伫迄个大饭店的边一间迄歹厝啦，因为钱开了嘛，无土地嘛，所以人去大饭店伫遐原住民的即个阿伯伊只好就爱住伫迄个破厝的内底，伊感觉感触足深啦，就迄种苦劝因的族民讲，毋通卖土地，毋通卖土地，毋通贪钱。所以甲这五色鸟佫互伊飞转来，因为伊种遐个因爱食的遮个花草安尼。这是因伫迄个烘火的所在，遮家庭大细，大家做伙伫遐开讲讲话。这伊的小弟咧讲起伊安怎来收到即个土地。这是伊的镇西堡学的讲堂就对啦。伊的牧师娘呢，佫伫遐来教遮个因的即个事岁安怎用迄个传统的织布。互因恢复因原来的迄个社会。但是话，咱要通过即个保护土地，嘛是一种传福音的模式呢。因为你互土地会当永续利用，你的种子压落去，才会当继续收成。所以咱基督徒爱诚做一个好的野种子的人，努力传福音，将种子压伫好的土地。所以咱前任的蔡牧师呢，伊有写一首圣诗呢。毋知咱捌定定唱无？我毋知。无圣诗195首蔡牧师伊写讲，我的心是土地。咱来复习一下拢总3节。伊讲，我的心是土地，爱种落你的话，
若是温群栽培，就要结实侪侪。第二节，你的话是种子，伫我心紧布养。灌入圣神活水，就要结实累累。第三节，主的话是真理，要长大伫心里，时常勉励教示，行达合主之意。兄弟姊妹，愿咱通过这首咱精进的蔡牧师所写的诗词，做来思考：你我是毋是拢有准备好这个土地？我的心的土地，我的家庭的土地，咱的教会的土地，咱这个社会的土地。因为种子是一个上好的种子，这是耶稣基督的真理啊。但是种子也伫无共的土地收成都无共。愿咱拢做伙来经营这块好土地，互上帝话入咱的心，通得到大30倍、60倍、100倍。我要请苏琴来弹这首诗，咱做伙来唱，来做回应，好无？咱若有当工会当举麦克斗唱我的心是土地，做来唱我的心是土地，爱情乐你的话，你是温困栽培，就要结实较紧小可来，你的话是情字，伫我心紧不移，愿那相信我罪，就要结实累累。第三节。主的话是真理，要长大伫心里，时常勉励教示，行达主之意。愿咱伫小组。是咱礼拜煞家庭，咱会当用家庭祭坛分享讨论伫周报内底所写这讨论的这题目，互咱更较深刻，也种子的譬如伫咱心中，伫咱信仰安怎来富裕成长，这是咱要动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领受到也种子譬如的教示。主啊，你用上浅的话讲上。真实天国福音的道理，愿你帮助阮，互阮知影好的土地才能承受着种子，种子才能成就结实100倍。愿你是保守阮兄弟姊妹，伫这疫情拄着艰难挑战的时刻，阮会当趁机会来培养好土地，有的人心惊吓，有的人对疫苗有恐惧感。有的人因为经济拄着艰难，有的工作无顺遂。主啊，愿阮伸出关怀的手、关怀的心，互因知影有主耶稣通倚靠，是平安甲喜乐的。帮助阮用安尼来经营好土地。主，阮为着防疫的第一线医护人员、服役单位祈祷，为着台湾同胞会当通过疫苗，会当得到保护，同胞团结同心。来对抗疫情，会当早日消除来祈祷。我也为着世界各地病毒变种的病毒侵袭，染疫的人数创新高，经济真严峻，求主保守，互阮当有耐心，好好来防疫，会当早日就消除。我为着疫情下面会友工作、经济事业健康得到保守来祈祷。我为着教会各项事工慢慢当顺利恢复。门徒培育福音事工团契小组聚会会当顺利来祈祷，为着暑假
青少年主日学学生有好的假期安排，身心灵拢成长来祈祷。主愿为着病痛在治疗中静养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你保守甲医治。愿为着农历7月，台湾同胞拄着心灵上的迄个合作来祈祷，求你互因为信福音来得到头吧。我也为着伫中亚的阿富汗这个政权，因为变化，做个基督徒甲宣教师伫遐拄着迫害，求你怜悯，求你透放，互各国的关心，互这个新的政权会当好款待因的百姓。主愿为着兄弟姊妹祈祷，互阮伫生活上出入拢有你享受的平安，享受恩典，互阮有领受你的祝福。常常用祈祷甲主相结连，伫你面前恭敬将兄弟交托你，求你施恩赐福，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我来做几项的报告，再来做结束吼。第一，咱疾管局吼，伫昨昏佫更新公告，讲咱台湾吼也袂通遐紧啦吼，所以第2级要继续呢吼。所以原来是讲足侪少年拢讲暑假还袂了，赶紧来去佚佗，啊煞即马煞还佫限制。毋过小可有开放啦吼。对咱教会来讲，咱99个还佫比伊开放的80个较侪啦。所以毋知咱若有申请吼，即个防疫的规定的，会当即马后礼拜会使小可佫加挂无？毋知，才来问看卖咧吼。啊无，咱99个比伊开放80个佫较侪啊吼。啊，所以咱现在是实体甲线顶礼拜拢并行。第二，咱有小会几项的事工报告，咱10月24就要中级轮休改选啊。但是若照即个情形，咱即个礼拜长就爱对200几个才会当选举啊。啊，他要安怎？啊，袂使讲啊暂停，啊，咱中级继续做，安尼就嘛违规咧。咱宁可吼，要采取一个较新的变通的方法。啊，这新的变通法。咱伫周报内底有写，吼，意思讲，咱无伫现在共即个时间来投票，咱要分3天轮流投票，啊投了看有够额人数，有当选无？安尼，后用咱就举行，咱要到的时阵才甲咱报告吼。过来是疫情管制下面的配套，就是要用分日投票啦吼。第二是咱45周年自餐，真正搁等啦，伤久啊吼，啊咱等以后有机会咱来办啦吼。圣餐礼拜，咱是10月份，若疫情较缓和。啊，人较济小看，咱就当一个适当的组织来举办。另外，咱第5期的幸福小组，因为惊疫情的影响，所以咱就无举办迄实体的小组啦吼。但是咱鼓励讲，咱伫11月，咱有感恩节，啊，咱各小组来办理即个福音大会啊一摆，啊，所以较袂影响到啊即个安排吼。当然啦，有小组，恁感觉讲恁有法度人好办。有要私下要家己办嘛袂要紧，咱甲小会报备，因为咱若办幸福小组，咱有一寡经费上会当补助吼。今仔日嘛是祖父母节吼，啊咱甲在座吼，即阿公阿嬷祝福一下吼，愿主赐福。啊，这是政府办的节日，毋过嘛真重要啊吼。啊，所以咱祝咱所有阿公阿嬷啊平安喜乐。第4是咱感谢主，财务部7月份的经常会的结算吼。过去咱3个月疫情拢无实体的礼拜吼，毋过兄弟姊妹吼足甘心啦，听教会，有诶用网络银行，有诶用转账诶，有诶用信用卡吼，啊来做奉献。啊，咱顶礼拜开小会讲统计了，讲到今年7月的结算吼，比到旧年的7月吼，安尼比较就知影差无偌济呢。哇，这些是上帝怜悯吼，因为现在中会有即寡细间教会吼，已经吼。无米煮番薯汤啊，无法度啊，因为吼无会友奉献啊，都爱借钱来度日吼。啊，这咱来感谢主吼，啊感谢咱兄弟姊妹继续关心吼，互教会运作拢顺利。另外，咱欢迎兄弟姊妹来订购即个2022年诶即个周历手册吼。啊，咱落去楼骹会当甲全国性登记，咱到9月初5就要截止。另外呢，嘛有一个叫做新旧约现代台语的译本的圣经，吼，啊要开始，就是讲新旧约的。啊，咱较早拢读新约啦，即摆翻译总出来啊。啊，这是新旧约的。啊，毋过咱即摆有诶兄弟较袂晓读白话字，也是台语啦吼。毋过若有想要研究的人登记，因为伊
伫即个10月30日进前会较俗啦，因为若新的吼，啊，咱就有趣味会当来登记安尼。啊，个最后咱报告就讲，咱的罗启明传道的项目会就即礼拜要伫咱教会举行。啊，伫拜六下晡2点半，咱有要请圣官队来甲因祝福。啊，因为人数的限制吼，可能会友咱就无法度人来参加啦。毋过咱为着罗启明传道要做牧师来甲伊祝福哈。另外，牧师有一个昨昏接到的消息啦吼，就是咱教会有一个美银姐妹，就是三营小组的美银姐妹吼，伊的爸爸叫做陈金庭先生吼，伫拜五来过往去吼。啊，虽然伊无独有无来教会也无洗礼，但是伊的家庭想讲要用基督教的方式来为着伊举行礼式吼。啊，咱也为着即个家庭啊，美银姐妹的家庭来祈祷。好，下面甲时间来交互咱的师会，啊，咱要来奉献，啊，就来做结束。咱做伙来奉献。邀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安心的奉献，主我愿意，无伊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无比，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你所受事，报答我主。阿门。会掌声者。咱来看邮报的后壁面哦，咱来读咱本月的金句。用台语来读2遍。着好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照耀我你的上帝所命令你的，互恁伫耀我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方，日子久长，来享受福气。申命记5章16节。这边，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照耀我你的上帝所命令你的，互恁伫耀我恁的上帝所赏赐你的所在，日久久长，来享受福气。申命记5章16节。上营，咱做伙起立来吟上营的诗歌，吟是做咱请牧师祝祷。上帝之光，至尊作花的主，万红万满，天顶圣山地的万民，永远无路，会行诚信。甲咱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
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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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来默祷闭会。即位，咱等下要离开吼，咱有哪保持社交距离啦吼，啊，电梯轮流坐吼，毋通客伤坐安尼，啊，咱才有即个规矩。咱若要请留伫遮的同工吼，咱有兄弟咧提醒讲，咱就爱清消，清消意思讲，咱坐过的所在，小可喷点仔酒精来甲拭一下，若会当来帮忙，遮个专职的同工啊，甲兄弟大家留落来，用迄喷酒精小可来。整理一下，啊，互咱保持即个安全，互咱第二场的礼拜有兄弟会当使用吼。好，大家平安，祝咱遮的阿公阿嬷平安，身体健康，万事舒服，顺行。